大家关心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，前总统马英九予人告涉密案，一审判无罪，二审改判4个月。经过最高法院甲伊撤销发回经审，而且宣判结果已经出来，马英九予法院判无罪已经确定，规案件嘛已经定案。咱做伙来听高等法院上新的说明。本院认为，102年8月31的部分，被告跟黄世明之间并没有共犯关系。 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被告跟黄世明之间有所谋议，因此黄世明所为的跟被告所为不能相互混淆。本院认为，本件是黄世明主动求见、交付书面以及口述的资料，被告是被动的接收，因此不能误导被告假借总统的身份来违法取得应机密的资料。依照检察官所提出的相关证据，本院认为无法证明 被告就检察官所起诉的泄密、违反通讯保障监察法，还有个资法的犯罪事实，达到有罪的心证，因此应该为被告无罪的预知。